我是个在都市长大的客家小孩，为了找回记忆中的客家味道，于是我背起我的背包，立志要走遍每一个客家庄。这不只是一段假期的旅行，而是一种客家精神的再学习，一种要深刻体验我们客家人最真实的风俗民情。今天我要前往位于苗栗南边的小镇铜锣。铜锣因为三面环山，中央平整，所以早期被称为铜锣湾。听说当地盛产香茅油及樟脑油，都曾经位居世界第一。同时，小时候看庙会时人手一瓶的弹珠汽水，也仅存在铜锣这个地方。就让我去寻找属于童年时候的回忆吧。大哥你好，你好。请问这附近有那个香茅园吗？有啊，就是我那边啊。好啊，那大哥可以带我去看看吗？可以啊。好，走，那我们就走，来往这边哈，来走。大哥，我们现在要来采收这个香茅，现在算是采收期吗？现在已经是今年的尾声了，有台湾一点点，还可以啦。你看这草长得还不错了哈。那一年是可以采几次？2次，一年割2次香茅。这是第2次了。这是第2次。像这个就是香茅草啊。那怎么样可以看得出来可以直接采了？像香茅，因为第一个时间到了，季节到了；第二个，像我们以前割下来以后呢，一般香茅它长很快，今天割，差不多1-20天，看起来跟1个月左右就跟没有割以前一样的长度。但是它成熟一点，它会比较有一点弯度，有没有感觉？这有一点弯弯的，弯度的时候表示说它就比较成熟。罗大哥家从阿太以前就住在铜锣，所以全家一辈子都与香茅为伍。罗大哥说，香茅一年可采收2次，目前已是第2次采收的末期。幸好遇见罗大哥，不然这次的寻找香茅之旅可能会无功而返。罗大哥，采收这个香茅一开始要怎么割？第一个，我们先顺便把这个杂草把它先弄开来哈。好，然后呢，这像理头发一样哈，我们要把它抓的这样，安慰它一下，好，把它抓得顺的哈。是，来，我现在开始下刀，你看了，好，这个手要不能直接挖到这里的，你轻轻的这样割，等一下有没有看起来这个就是乖乖的。采收香茅看似简单，没想到当我开始下刀时，才真正体会到术业有专攻这句话。不行，用这样，不能这样，来，还是我割比较安全。你没有你割2条，我有办法，你2根割，我2根的，我慢慢割。我看你的工资差不多倒贴啊。我可以，但我就慢慢割就好了，这样。没有人家一根一根割的啦，这样一抓，然后这个刀子呢顺路我们就勾起来，这样抓。我再试一次。好，小一点，好。有了。试了几次，终于让我顺利的采收一小把完整的香茅。这里种香茅的都是客家人吗？是，几乎90%几绝对是客家，因为我们在附近定居的哈，早期那年代几乎都是在地人，而且都是客家人。听罗大哥说，香茅只适合种在排水良好的山坡地，因此在日本时代被引进苗栗，马上成为当地客家人特有的农作物，同时也大幅度改善了山城客家人的生活。罗大哥还说，小时候虽然无法帮助收割香茅，但是孩子们总喜欢在香茅田里玩，因为有香茅的地方就没有蚊子。所以早期在种这个香茅的时候，那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几乎看不到，没有什么树，光秃秃的。我小时候那年代都是这种，看起来都是香茅园啊。每年呢就是只有割2次嘛，然后在香茅季的时候呢，全家总动员啊，割的割，这个挑的挑，挑去以后呢，香茅里有专门人在烧火，在那边练，就是这样啊。我们小孩子就在香茅寮下玩。听完罗大哥小时候需要全家总动员一起采收香茅的往事，不禁想象当时满山遍野香茅田的盛况。不过想象归想象，活总是要干的。罗大哥说，香茅采收完，接着就要进行曝晒的工作。罗大哥，那这个香茅油这样拿回来的话，是先要做什么？我们要先晒啊。怎么晒你知道？那我们现在就来晒。好，我们要把这个打开来，来你拿那一边。
好，拉起来，好，这个要拿起来。它这个有没有？你要找这个结，这个结啊，这个有一个结有没有？它这个是这样塞，你把这个掏起来，这个就打开来了。好，现在我们来晒，这个头朝前面，头朝前面，对，头是那个，就是这个底下，哎，那边就是头。好，现在我们要再摊开来。罗大哥，为什么这个要晒啊？这个香茅，因为呢，你现在看起来割下来以后呢，这叶子是这样平平的，对不对？我们现在拿一支来看，这里面水分很多，你没办法完全萃取。比如说我现在能萃取10公斤，正常晒干，你如果没晒的话，大概只能炼差不多5瓶到6瓶，萃取率比较低。另外第二种，你叶子这样宽没有晒过的话，你放在桶子里面，蒸汽没办法透气，它会这样贴在那个容器里面。你如果晒干以后，它会这样卷起来，是不是？它容器有在其他的周边可以渗透过去，比较透气。哦，所以就是晒过之后，它的含油量会比较高。比较高，而且一定要晒过，香茅绝对要晒，没晒不能做。那这样晒多久？一般的看天气，像我们那个每年割2季嘛，是那个端午节前后，那时候天气比较热，所以说那时候晒大概差不多3、4天就过了，3、4天。哦，那怎么会来到这里种这个香茅？早期我们已经在这里定居了，香茅是从那个早期那个樟脑油呢，民国40年就已经没落掉了。就已经很少人在做，也不用樟脑制度了，没有所谓樟脑局，这个国家也没有固定在收购以后呢，那时候大家就开始兴盛这种香茅，所以说转换在大家在炼香茅。小时候你有帮爸爸妈妈一起用这个香茅草吗？我们小时候不会帮忙什么了，我们就说在香茅寮旁边或山上呢，像这样我们晒香茅的时候，晒干了是不是有没有松垮垮的感觉？有。我们小时候就在这附近呢玩捉迷藏啦，或者在这里这样玩这样跳的这种。跳到上面去吗？跳的这样像弹簧床，又有香香的感觉。弹簧床，好，对，试看看。好，你试试看。哇，好舒服哦！而且它有那个淡淡的这个香茅的那个香气啊，不想起来了，好像我家的床哦。那罗大哥，我就在这边先休息一下了。啊，不行了，我们要去炼油了，不行去太久，对，要工作了。好，走。躺在香茅草上，享受着罗大哥的童年回忆。温暖的阳光照在身上，空气中充满了香茅的芬芳，让我不想起身了。但是罗大哥说不行，要去炼油了，我只好乖乖离开这个香气四溢的香茅草堆。所以我们现在要蒸这个香茅油吗？焗香茅油，焗香茅。那我们这个是要用什么原理啊？这个原理就是蒸馏法，人家的吃看那有没有？试试看。好，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好，来，有没有闻到香香的？有啊，好香哦。来，我先示范给你看。我们呢，这个拿起来以后呢，这个先把它剪掉。好，剪好以后呢，我们是从旁边放，摆在旁边。从旁边这样慢慢的。对，我们人要进来，来，我先示范给你看，这样要踩旁边，不是踩中间哦。这个我一拉就直接拔起来了。接下来再换你来踩哈，换我剪。好，这个要踩给它绵密。都是踩旁边嘛？对，一定要放旁边，因为气要从中间出来。从中间出来。把香茅放入后，要用脚踩扎实。罗大哥示范完，就换我来试试了。小心了哈，很深哦。好，来，不会烫嘞，你看。对，踩旁边。对，你要放下去就踩，从这里头先踩。来，你先放。刚才我怎么做？就是把它拌。不行，对，来，先放着，对。罗大哥，我开始闻到那个香气了。有香气哦，等一下会让你更香。来。刚才放这里，好，对，哇，好棒哦！这样等一下你就变师傅了。我觉得我快被蒸熟了，它的那个香茅的蒸汽已经慢慢往上了，很像在做那个香茅 SPA 蒸汽室。但是我发现一个诀窍，就是烟冒脑啊，就把那个香茅赶快把那个烟铺平，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让那个烟继续往上。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把一大个蒸锅塞满了晒干的香茅。经过3个小时大火的蒸馏后，香茅也开始滴出芬芳纯净的天然香茅油。整整一大锅蒸了3小时，才能得到1瓶香茅油。由此可见，早年香茅农的辛苦。
原来早年移居苗栗的客家人，面对着丘陵多而且土质并不肥沃的土地，变化出一套求生的本领。当时樟树多，便以炼樟为业，樟脑价格不好时，便改种香茅。所以看似不起眼，一年仅仅2获，却可养活一家人的香茅，也成了铜锣当地客家人最难以忘记的成长回忆。而且那个证照，它有一个特殊功能，不用去南洋当军夫。那时候台湾人都很多年轻人会抓去当军夫嘛，有那个证照好像是免死金牌。看这个以前的是不是裂痕？他要发明这个东西就是裂痕哦，敲出来是有哎，因为要有这个裂痕，哎，要有裂痕，它的油才有办法拉出来。罗大哥刚才跟我提到，香茅炼油会兴盛，是因为原本在地樟脑业的没落。不过，当地还有人以手工炼制纯天然樟脑油。这句话引发了我的好奇心。告别了罗大哥，我前往寻找早年客家人在铜锣举脑的故事。老板，我刚刚看到你在砍这个木头，它就是樟木吗？樟木对。那我刚好看到你在闻这个，是为什么要做闻这个动作？因为我们就是靠鼻子去分辨樟树的品种，因为樟树的品种很多。哦，用鼻子可以闻出樟木的种类。那樟木总共有几个种类？7个种类呢。然后用闻就闻得出来。基本上做油的哈，只有是香樟跟臭樟。好。那现在这个是？这个是香樟。香樟。闻看看这味，有用闻的就可以闻出来。哦，好香哦！没想到用闻的就可以辨别出樟树的种类。老板，你从事这个樟脑的这个行业多久？我们是从阿公开始做到现在啊，日据时代做到现在。哦，阿公，所以应该是应该80几年了，对，哎。哦，所以是从阿公那边开始，然后就是这样慢慢的一代传一代。对，哎，传到阿爸爸。现在传到我这边，哎，早期日据时代的时候，他们在评鉴说，等于是现在是闻香师啊，就是你会分辨这个7种木头，他当场让你闻考试嘛，他就发一个木头的牌照给你，那个就叫脑钉嘛，脑钉就是从事樟脑行业的那个证照。哦，好特别哦！这样，老板，你的意思是说，就是如果我只要有人只要可以一次分辨出这7种木头的味道，他就可以就是发一个证照给你。对，而且那个证照它有一个特殊功能，不用去南洋当军夫。那时候台湾人都很多年轻人会抓去当军夫嘛，有那个证照好像是免死金牌。早期在这里生活的客家人也都是做这个樟脑吗？对，早期几乎台湾的樟脑产量哈，全世界在排名第1了哈。樟脑有大部分90%是客家人在做，这个也很奇怪，就是靠近山，好像是客家人比较勤俭，比较能吃苦，可以做这个行业。其实做这个很辛苦了。俗语说靠山吃山。早期客家人到了垦殖的地方，就会善用当地的地理环境及物产谋生。听完吴老板说着当年只要从事举脑就可以免当兵的事情，让我想了解举脑的方法。这个就是以前蒸馏樟脑油的器具吗？是，大概30年前的器具。最早不是哦，最早又是木桶哦。这个是后期爸爸的时候改良不锈钢。因为木桶的效率不高，它要做大概3倍的时间。现在我们大概是做大概5个小时，以前要做15个小时。哇，差那么多，15个小时要蒸15个小时，它的木片里面的油才会完全没有了。这个樟脑油有什么用途啊？如果香樟的话，就比较复杂一点，就是它40年它就会有樟脑。
樟脑就是早期日据时代，它占领台湾，就是樟脑可以做炸药，可以做医疗嘛。大东亚战争就是他们要做樟脑做蒸鹿丸嘛，吃的蒸鹿丸。我还可以做炸药哦。对，这个可以做炸药。哦，哇，难怪早期说这个樟脑是台湾三宝之一。是，原来这个早期也是很重要的。对。那还有其他用途吗？其他的用途大部分就是，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啦，它可以提炼樟脑磺酸，可以去再制做那个强心针的原料。原来天然的樟脑油里常会出现白色的结晶体，那就是脑沙。吴老板也说，在以前医药没有现在发达的年代，当时珍贵稀少的樟脑，竟然也被当作可以治病的药物。在早年，脑沙是拿来治肚子痛的良药。正跟吴老板聊得愉快，突然工厂内有声音传出来。老板说，从事菊脑工作50年的田师傅正要刨碎樟木准备蒸馏，我见机不可失，抱了一段樟木就要进去帮忙。大哥，你从事这个樟脑多久了？我在这里啊就是从做香茅开始的，到这里就53年了。做这个53年，就53年了。所以小时候是跟着爸爸一起做。从17岁开始我就在这里。从17岁，然后做了53年，做到现在。哇，师傅，所以有机器现在轻松很多哎。哦，轻松多了。我跟你讲，以前做这个3桶是10个人啊，现在剩我一个，还要做比以前10个人工作。师傅，我把这个木头搬过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是要用这个机器把这个木头把它切碎，要把它打碎。那我很好奇是以前如果没有这台机械的话，是要怎么样把木材切碎？以前的就是用这个，我们用这个打以前用这个打哦。以前用这个打，这个就是这样打。看这个以前的是不是裂痕？他的发明这个东西就是裂痕。它敲出来是有裂痕的，因为要有这个裂痕，要有裂痕，它的油才有办法拉出来，才能把油逼出来。师傅，我可以体验看看吗？可以，要小心的要小心的所以我是直接这样斜一点，这样太斜，你就碰到它的那个斜面，你就知道说这样才有办法逼。对，就是要斜切进去。斜。师傅，我正想问一下，就是做这个樟木这个木材的选择，它是要看它的可能纹路啊，还是像师傅讲的个干湿度，还是它就是放多久的木头做起来那个提炼出来的油会最好？这个你就从山上开始砍下来最起码就要有2个月以后。2个月，就等砍完之后要等2个月。2个月以后就等于说，我们一般是分辨多少1到10个比例你10个比例的话，1、2、3，那水分还在闲着。你去，比方说你在蒸馏的过程等于像我们倒水下去泡一样的意思，它的油分就没有办法拉。但是你这个4、5、6、7这几分的话那就正常的了。到8、9、10那又不行了，那就等于说太干了，油分已经都跑掉了。原来用2个月的这个时间，它做出来的油是最好的，就比较完整了。其实刚刚体验我发现其实简单的几下然后可能大哥刚有分享说，其实一整天下来的话，只能做2袋而已。可是现在有机器的话，是可以做到3000公斤，那就知道早期的生活其实是真的非常的辛苦。所以大哥，我们现在是可以用机器看看吗？好。
握着沉重的刨刀，体验过前人辛苦的刨木过程后，田师傅带我使用快速便捷的现代化碎木机，庞大的机器一下子就把大木头碾成碎片，然后送进巨大的蒸馏器中。5个小时后，台湾人自小的生活凉拌樟脑油便出炉了。樟脑油曾经是台湾的骄傲，全盛时期占了全世界70%以上的产量。目前只剩下这些国宝级的师傅在努力维持着这些功夫，真担心有一天，这些从樟树上一点一滴炼出天然樟脑油的技术会因此而失传。他当时啊，在盖这个房子的时候，这个房子的方向是很重要，所以当时没有这个基因尾仪还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呢，他就在这里树立了一个桩点，到最后我们的祖先选定了这个位置呢是丁位，也就希望我们子孙繁衍很多，将来我们就越富有。我说我跟土地公讲过了，他也答应了。我说你跟着土地公走最后一程，那可以很明显看我爸爸的嘴角稍微微微上翘，稍微微笑一下，就这样去走。体验过带有浓厚童年记忆的香茅油与樟脑油的炼制。世居当地3代的田师傅说，当地的客家人因为笃信伯公，所以几乎年年顺遂。他帮我联络了一位当地对伯公很有研究的徐老师，要我去听听徐老师讲伯公的故事。徐老师，我知道这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伯公信仰。就是在铜锣乡这里有建造非常多的伯公，是为什么？这个应该来说跟我们先民来开垦的时候有关系，因为我们客家人大部分是散居在山区里面，那时候我们先民来开垦的时候，远离广东家乡的一些亲朋好友，他们来了山开垦的时候，那时候也没有的通讯的设备，写信也没人送，他们会一直怀念的这个原乡的这个亲戚朋友，他们在工作之余啊，就在家里旁边的树下和石头上面坐着，一直在想念着原乡的亲戚朋友。日而久之，他就一直坐那边，他会把心里面的话讲出来。那讲出来以后，他觉得很舒服。1年、2年、3年、5年、10年以后，他认为这棵树、这个石头，它有灵气。他们就开始会对这棵树、这个石头一个崇拜。田头土地公，有水头土地公，说林林总总到处都有土地公，这是我们客家人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就是有很多种形式的土地公。对，他们是对一个心灵的寄托，对于一个土地的崇拜，所以我们客家人就称为伯公。伯公就是说，祖父的哥哥。我们客家人叫伯公，伯公。对伯公的敬仰，这个尊敬，就像祖父的哥哥一样。所以就很像就是一个倾诉的对象，然后把自己心情不愉快的所有事情都当一个心灵寄托在这些伯公的身上。他什么都管，他的神职最低，他的神职最多。好像是这个牛生病了也跟他讲，那个鸡养得不好也跟土地公讲，所以他管的最多。他管的最多，什么不单是倾诉的对象，而且他是祈求庇佑的那个一个对象。以前常会跟着阿婆到处去拜伯公，今天听徐老师一说，我才明白，原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伯公竟然有如此大的意义。接着，徐老师告诉我，伯公的形式也会跟着时代演进而有所不同哦。我们这时候土地公就可以看出来，他的演进的过程。最前先民来开发的时候，就后面那棵树，那个树，你看那个树龄有几百年了。假如不是那个先民把它当着土地公拜的话，早就被砍掉了。所以从那个树可以看得出来，第1代，那个第2代的就是后面这个板子。这个是第2代。对，它是以前在砍在那个石棚式的那个小土地公庙里面的。后来1998年在改建的时候，
把这个给它移过来放这边，然后再雕一个神像再摆在前面。哦，这个土地公从演化过程1、2、3代就可以看得出来。徐老师，我看到这个拜拜的这个，它的造型还蛮特别哦，它是有不一样的含义吗？这个土地公的香炉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香炉，一般庙里的香炉是圆的，土地公的香炉是四方形的，它福佑四方。它的含义是福佑四方。对对对。所以在这边拜这边的伯公都是用这种四方。哎，我们这边土地公传统式的香炉都是方形的。聊到一半，徐老师带我到大树下看第1代的伯公。原来他们先民们拜的就是这棵树，啊，就我们客家话讲八公树，八公哦，从这个树的树龄，它这个宽度几乎跟那个伯公庙一样宽的。哦，这个树，你看这个树林，哦，是相当的年代相当的久了，啊，这个地方你还可以进去，还可以看到上面还有一个洞，很大，看得到外面的那个蓝天。对对，你从这个整个树的形状，你看这个树的这个年代有多久远。而且我觉得在里面有感觉，就是第1代的伯公在庇佑我。徐老师，我发现那个你对伯公啊非常的了解，是研究很久了。我离开我在出生的地方40年，我退休以后我就回来这个地方，然后我发现到，因为人口大量的外移，在山区里面很多土地公就放置在那个地方，没人拜。那时候我觉得，我小时候我们上一辈的对土地公是那么的尊敬，然后没落到这个时候没人拜，那我心里面想，我要做个调查，我要把他们的资料通通建制起来。我小时候啊，我们村那边啊的长辈都会说，就是比较有德性的长辈，在他去世的时候，然后他们都会说啊，他要去当伯公了，来庇佑着我们的村，然后就是守护大家这样。徐老师有听过这个故事吗？我们这边也有，这个很多地方都有这种传说。我想是上一辈老一辈的人要年轻人能够一心向善，这个成分居多了啊。我们这边有这种传说，在老一辈里面心里面，包括我爸爸，我父亲也这样的，他从小就是很崇拜那个做土地公，他凡是什么事情要出远门，到他去那边拔胚一问那个土地公行不行，要出远门他都会问他，甚至于在他临终的时候，80几岁临终的时候，在一个弥留的状况，已经不省人事了，2、3个钟头，叫气若游丝的那个地方。我一想，他以前很尊敬那个土地公，我就到土地公那边给烧香，跟土地公讲，说希望土地公呢好好带我爸爸走最后一程。那拜完了以后，我回来，我在我爸耳边小声的跟他讲，我说我跟土地公讲过了，他也答应了。我说你跟着土地公走最后一程，那可以很明显看我爸爸的嘴角稍微微微上翘，稍微微笑一下，就这样就走了。所以爸爸一定是有听到。对，已经到这个临终前，他心里面还是相信土地公这回事。听着徐老师说着爸爸对伯公深厚的感情，心中一阵感动。由此可见，伯公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地位。接着，徐老师带我到一处山丘，山丘上有2座伯公庙并列着。徐老师，我看到这个伯公最特别的地方是，它是有2座对，这个大概是第1座，那是光绪年间。那第2座呢是大概87水灾的时候，附近的被冲垮了以后，再搬在这边做。从那个结构可以看得出来，这边是石头的，那边是墙面是水泥的，这个石棚式的这种叫做马背，还有一种2边往翘叫燕尾然后这座比较老的，它是用砂岩，就地取材，这河里面的砂岩。然后这个后面来了就用水泥的了，就用水泥的了，就保留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而已其他都用水泥的，所以看到那个先后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你看里面的神像这些，你看都风化掉了，连这个剑河就风化掉了。真的都是用石头做的。对，已经风化掉了，你看几百年了，都已经风化掉了。有一点点。这个就石牌的了，一个牌位式的。
原来这附近有这么多的卜公我们这个区块有108座的土地公，108 ，108座。所以我们客家人的这个卜公跟闽南的那个土地公有不一样吗？其实，我们称伯公，闽南人说土地公，闽南人他是来开垦的时候，他在平地，都是一个聚落型的一个形式，所以他一个村庄，他几乎一直一个土地公。那么客家人是散居在山上面，所以每一家每一户都有土地公，有的还不止一个，有什么田头伯公啦，因为他田里面做事累的时候，他坐那田头的树下面，有时候喃喃自语啊，保佑我这一次的收成很好，搞不好2、3年收成很好，他认为那个树是保佑他，他就叫田头伯公，就拜那棵树。所以有可能是就是像徐老师之前讲的，有树的有石头的，对，就这种田头田尾、街头巷尾都有。所以客家土地公是非常多。听完徐老师的详细介绍，他说，如果有兴趣了解更多在地客家人的信仰，可以到当地的李氏宗祠敦叙堂去看看。他帮我联络了李家的后代，同时也是当地的村长。村长，我眼前看到的这个建筑啊，它就是李氏宗祠吗？对，它是我们从大陆来台以后，经过几十年以后找到的一个风水宝地。因为这个地理环境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就在这边买田买地，然后都最后决定这个地方来盖我们的祖先的一个敦叙堂，是这样子。村长，你刚好提到风水宝地，我是看到前面有这个祠堂，所以它是有什么含义吗？有，因为在一个客家的一个风水宝地呢，它要盖这个三合院，绝对一定是有这个半叶池的配备，有半叶池的配备，然后有三合院的配备，整个才变成一个格局。所以它就是要有这几个的元素，它才能形成这个对。那我可以进去参观？可以，欢迎。村长，走进宗祠啊，我第一次发现，内层是用石头，不是用水泥地，所以这个石头是有含义吗？有，他当时啊，在盖这个房子的时候，这个房子的方向是很重要。所以当时没有这个基因位移还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呢，他就在这里树立了一个桩点，然后后面也有一个，2个石头拉起来就是刚好这边的分界线，就是这边的方位。为了固定这个方位呢，所以它斜线也有，也有斜线，然后在周围呢就是用这个卵石呢把它固定好。村长，你刚刚说有2个中心点，所以这个就是中心点。对，到最后我们的祖先选定的这个位置呢是丁位，也就希望我们子孙繁衍很多，再过来差偏一点点的就是财位，也就比如财位，当时我们祖先认为财会用尽，假如是丁位的话，子孙越多，将来我们就越富有。原来这个看起来不同于一般建筑的卵石地面是有其意义的。早年李氏先人盖这间宗祠是期望李家后代人丁兴旺，因此特别选定风水灵气相通的方位兴建。风水之说见仁见智，但是先人为了后辈能有更好发展的苦心，真是自古皆然啊。所以是这个李氏宗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客家建筑特色？有，讲到这里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屋顶是绿色的，一般三合院的屋顶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其他颜色，但这里为什么会是绿色的呢？因为这个风水宝地，它的穴位刚好是螃蟹形，螃蟹的脚，所以螃蟹的话，假如变红的就死掉了。所以它的屋顶是绿的。原来看起来严肃而不可随意亲近的宗祠，也有可爱的一面啊！村长，我印象中李氏家族的堂号是陇西堂，为什么是这边是敦叙堂？是这样子，当时我们那个祖先啊，他是以这个地方，在这边生根，也就是说这边买田买地以后呢，准备这边盖这个宗祠，盖宗祠以后呢，
把这个宗祠呢作为我们子孙开会还有这个聚集的一个场所，所以取名敦禧堂。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说，希望我们的子孙啊，能够笃实的待人啊，对人啊要相当的客气和蔼。我们的祖先呢，对于我们子孙的这个提示呢，也相当的重视。在这栋房子盖好以后，在我们这个走廊啊，也留了2个对联，一个呢是丝丝养三分，天高体发，那个字呢是那个心田留一点，子孙健忠，所以对那个子孙啊，是非常的有一个提示啊，使得那个子孙来到那边呢，抬头就可以看到那对随时提倡自家安样的做人啊。像我看到这个具足于斯，它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对，是这样子。它这个对联是在民国25年盖这个房子盖好以后所做的那个门对联。那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祖先呢，有重要的聚会的时候，都记在这里作为一个根基啦。具足于斯，明白地表现出先人希望后代子孙能够常常团聚的传统心愿。简单的4个字，却传达出李氏家族不贪荣华而祈勉后辈认真敦实的客家风范。天灵灵，地灵灵，地灵灵，蚊子咬苍蝇，蚊子咬苍蝇。大概这么久，来放下来。这是一个口诀。离开敦叙堂，路上听在地人说，铜锣这里还有在制作我们小时候在庙会前喝的弹珠汽水，让我去瞧瞧。老板娘，弹珠汽水是很多人小时候的回忆，这怎么突然会想要继续制作这个弹珠汽水？这个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啊。不过我们是从40-50年开始就一直做到现在了。我一直很好奇，是以前喝嘛都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这样子哈，来，我们手头上就有一台台湾现在国宝级的机器，40-50年的老古董了。所以早期就是用这一台做弹珠汽水。对，你不要小看这一台机器哦，这个是现在台湾很少看到这一台了，而且这一台古董机器可以养活一家人哦。养活一家子哦，是有一段故事在里面。你知道全部这台机器来讲的话，我们客家话有个大拳头卖狗肉，就是因为它全部都要用人工。那为什么是说打拳头？是就类似我们这样，它的机器的构造就是说，你一直打出去，像我们以前这样打出去，所以它就变成说，瓶子镜打进去，然后压住转一圈，再过来，出来的时候再取出来。打拳头是好像给瓶子打出去，然后转一圈这样。对，再拿出来。原来弹珠汽水的制作是这么有趣，老板娘教我如何使用，已是国宝级的第1代弹珠汽水制造机制作汽水。看似简单的机器，使用起来还真的需要一些功夫。我记得那个客语的汽水是稀水嘛？对。那个弹珠是怎么念？弹珠玻璃珠。玻璃珠，玻璃珠。那弹珠汽水连起来是玻璃珠稀水。我们平常讲就讲珠稀水，珠稀水就好。珠稀水，珠稀水。在使用国宝级的弹珠汽水制造机打完拳头后，老板带我到工厂里面看看现代的机器如何制作弹珠汽水。小时候怀念的味道，弹珠汽水。现在呢，非常期待是老板要教我这个制作这个弹珠汽水的过程。老板，这个制作这个弹珠汽水是一开始是要怎么制作它？那很简单哈，我们把这个环压下去，把瓶子夹起来，让它保持斜斜的就好了。然后上面叫大进水，大进水。来，你的手过来，用力压下去。它水就进去了。下面叫小排气，轻轻碰一下。好了，不要碰太久。上面再来大进水。轻轻碰下面小排气，来再来大进水，来再大进水一次，
就不排气了哈，不排气了以后，我们赶紧把它翻起来，翻起来浮到。那么要等多久？我们一起说：天灵灵，天灵灵，地灵灵，地灵灵，蚊子咬苍蝇，蚊子咬苍蝇。哎，大概这么久哈，来放下来。哦，这是一个口诀。口诀压下去，压下去以后掉出来。哦，这样就完成了。来，像这样怎么办呢？明天来上班哈，8点哈，就会做汽水了哈。哦，好，这样就完成了。对，这就很压得很紧很硬哦。哦，小时候的回忆由我自己现在亲手把它完成了。没想到要完成带有童年庙会回忆的弹珠汽水，竟然这么容易。但是老板说，弹珠汽水只是拿来喝，太漏气了。他邀我一起比赛打弹珠。我妈妈说，她以前喝完那个珠 A 稀碎嘛，他们都会把那个弹珠啊拿出来，就是玩一种游戏，就是在那个土啊，就是挖几个洞，然后可能那个洞号可能有什么1号、2号不固定，然后就轮流看，就是轮那个顺序这样打，就比赛这样。然后是我想问一下老板跟老板娘，你们是以前弹珠有玩什么样不一样的游戏？哦，太多了。哦，你可以画2条线，可以画一个圈圈、一个三角形、一个岛都可以啊。然后大家可以来比啊。哦，所以可以来比啊。哦，这个是画一个圈圈。对。那我们最简单的，我们就来比看谁最接近那条线，最接近那个人就是赢其他的人的弹珠啊。你说是我的弹珠要最接近那条线？对，但是超过的话你就已经输了哦。哇，其实小时候有这么好玩的生活乐趣，其实有这么多的玩法，其实也不错哎。只要有弹珠就可以玩哈，那是有钱的小孩用弹珠玩哦，没钱的那就不一定有弹珠哦。对，就要用龙眼纸啊，用龙眼吃完的龙眼纸，是那个水果吃完龙眼籽，对，那个拿来玩弹珠。对，可是那个是有弹性吗？它圆度没那么圆，但是还是一样玩。哦，真的哦，所以你们小时候也有拿龙眼木的那个籽来打这个弹珠？对，那个是最好用的那个材料了，因为多野生龙眼树啊，小朋友没有钱可以买弹珠汽水，就去摘龙眼，吃完了以后就来玩来比。哇，那其实真的能想象小时候的那个日子，其实是有很多的困苦，但是其实在那困苦中又可以发出这么好的生活乐趣。没钱也有没钱的乐趣。对。就是很淳朴、很纯真的那个年代。老板娘说，以前乡下有钱的孩子喝完弹珠汽水，把瓶子敲破，取出弹珠来玩；没钱的孩子只好玩龙眼籽。不管玩什么，都是童年的回忆。老板还说，以前在庙会时，还会一边喝弹珠汽水，一边吃一种点心，叫绿豆饼，现在叫做肚脐饼，街上就有，我可以去看看。贪吃的我马上行动，要吃之前当然要付出代价，先学会做肚脐饼。陈老板，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皮，这个是绿豆饼的皮。皮哦，是怎么制作的？哦，这个皮呢是用面粉，然后糖，还有进口的奶油，把它搅拌而成。哦，要擀出来。对。哦，那现在我们开始制作的话，第一个步骤是什么？第一个步骤哈，我们要先把这个皮压成扁平状。对，压成扁平状，你可以试试看。压成扁平状以后呢，好，把这个绿豆馅直接放到皮的中心点。皮的中心点。然后你把它转，把它这样子转。或许你这样子会比较简单容易一点点。好，把它转，但是呢又不能把它整个包覆起来，所以你要留上面的绿豆，把它做成一个小的山丘状。做成小的山丘状以后呢，再把它压平，就变成一个绿豆饼，绿豆要凸出来叫绿豆饼。陈老板，是这个肚脐饼啊，我妈妈都叫它绿豆饼。就是她说小时候其实要吃到糖啊，就是非常的困难。然后她说，更何况是吃到这个肚脐饼。然后她就说以前吃到这个是非常感动加非常开心的。她说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是没有办法体会她说的那种感动跟快乐的。是因为客家庄以前是比较筚路蓝缕了哈，是比较
物质条件没有那么好，所以那时候呢，只要有吃到有糖分的，尤其像这个绿豆沙哦，那它是一个很典型的客家人的一个月饼，就会觉得很幸福，就会觉得很满足。算是一个很经典的小点心。对，它是很象征客家的一个客家饼，叫六头饼。曾老板是从小是看的爸爸，然后才学这个肚脐饼。是从我爷爷那一个时代，我就其实很期待，就是每天在熬煮这个绿豆沙的时候，那些师傅都会把一些焦焦的绿豆，然后拿给我吃，这一直是我一辈子没办法抹灭的回忆，非常美好的回忆。所以小时候就是可能爸爸在做的时候，就是师傅就会偷偷拿一点点。对，那时候只要有甜的东西都很喜欢了。所以小时候有来帮忙这厨房来帮忙做肚脐饼过。帮忙做是不敢的，是帮忙吃啊。那小时候是这样子。帮忙吃。是。在跟曾老板边聊边做之中，我们把捏好的肚脐饼放入烤箱烤20分钟，最能代表铜锣客家人的名产肚脐饼就完成喽。曾老板好期待哦，已经烤好了。是，这个是200度高温烤了22分钟以后，它就成型了。其实它外形不只像肚脐，也有点像蛋黄。因为就是绿豆沙，它加了糖以后，它烘焙的话就会有这个色泽。哎，好，那我来试试看看。好。好好吃哦。我觉得我最喜欢它的部分呢，是它的那个绿豆啊，它里面的绿豆是很绵密的，可是因为它外面又烤得很酥脆，所以它咬起来的口感是有一点绵密又有一点酥脆。而且其实我最喜欢它的部分是它的这个饼皮，它的饼皮啊有一点点像那个太阳饼的味道，就是有很酥脆很酥脆，然后很加起来这个全部的口感啊，我觉得是非常好吃的。又吃又玩的铜锣之旅，真是带我回到许多阿婆曾经跟我讲过的属于他们的童年记忆，同时也更加了解与我们日常生活紧密结合的伯公，原来有这么多故事。敦叙堂让我看见客家人不管是在何处落地生根，对于子孙后代的关怀与期待始终没有变。这真是一趟收获丰富的旅程。